这是师父啊，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感受到说，我要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各地、世界各地的莲友们，知道吗？人生没有太多的应该啦，只有感恩啦。什么叫做应该？我一定要很健康，我家庭要很和乐，我印途要很开通，我一定要找到好工作，我一定要碰到好的人。这种应该，是你想象那么美好吗？世间这不可能啊，它是无常的，无常的。所以，既然你要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应该。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太多的应该，认为不应该的时候才是正常，你就心不会那么在意，不会起烦恼，不会起痛苦心。各位，那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虽然很多不如意，但是有很多很多带给你幸福快乐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感恩，只有感恩。我们没有去抱怨。人生没有太多的担心，不要烦恼这个烦恼那个到处烦恼，这样每一天都担心受怕，那么多的烦恼没有啊！你活的现在今天，你看身体也健康啦，能够念佛啦，能够拜佛啦，能够听法啦，各位对不对？还有家里面大大小小对你都很重视大家都很器重你，各位。哎呦，你看我内心当中什么这些担心的事情，只有放下来，烦恼就减轻了，烦恼就不会跟你执着纠缠，就不会纠缠。人生没有太多的等待啊，你只要等嘛，等明天，明天永远有明天呐，永远都有明天呐。你在那边等什么？你应该要把握嘛。你看太多的等待。这个是人生没有的，你都没有机会了。你一等待，你耗掉了你的生命。各位，他不可能再永远等待你啊，不可能永远等你啊！一口气上不来，你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只有把握现在，把握珍惜现在，把握当下，好好的念佛，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做人。各位，你以后你自然就感召到好的地方，如是因感如是果，各位对不对啊？你不要一直等待，等待就在那边观望，踌躇不前然后每天就在那边盼，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动手，那叫你永远都是你损耗你的生命损耗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这一点。人生没有太多的等待，只有把握现在，好好的把握当下这样。所以各位，你们这样听明白吗？明白。听懂吗？听懂。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我们把它收起来。我们谢谢各地的莲友们，今天听过这么简单的解释师父没有好好准备，因为刚吃饱饭呢。讲话口齿不清可能这个里头内容表达也不详细，但是呢，我只尽我的心，尽我的心。今天早上才写的，刚刚吃饱饭了，在吃饭的时候师父呢一直在呼吁我们的常住应该把做人这一块要重视。你看，我们印光祖师特别交代末法年代的众生。一定要很清楚一个概念，各位要重视因果，要重视念佛，就这两个字。你因果，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报，你要清清楚楚，你不要含含糊糊的，含糊笼统，不可以这样，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概念，然后要好好的念佛。在这个末法年代的众生，根气都很不好了，大家很庸俗了，习气难以改变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只有靠佛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要断除这个是很难做到。那么很难，就是你要靠自力很难成就。我们要靠他力，念佛就是要靠佛，靠佛就是他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没有条件，你念佛我就救度你，就靠他的力量。他是指阿弥陀佛，靠阿弥陀佛救度的力量，我们就能解脱，去成就往生西方，不要再受生受死。所以印光大师恳切的
苦口婆心的用这几句话来告诉我们。所以师父啊，后来我自己也警觉到，各位，我要奉劝世间人，有缘的众生，有3件事情不能等待，不能等待。第一，孝顺不能等待，孝顺不能等待。等到父母如果一旦往生了，你再孝顺来不及了。父母就代表好像佛陀一样，来到家里面给你供养，但是你对他冒毒、不礼貌、不尊敬，那你的罪业很重的。你永远得不到护法对你的疼爱，永远得不到。第二件事情很重要，行善不能等待。你要如果说有那个因缘来了，在你的眼前，你不要错失那种大好机会，赶紧就去做，赶紧做。所以善事不能等，只要有任何一点一滴、一丝一毫的善事，我们不要错过，尽量去做，发心去慈悲喜舍，各位对不对？为人服务奉献，那么你的善事累积，各位你自然你随心满愿了。你要怎么解脱？怎么去成就福报无量呢？智慧开展呢？这些东西都是因你所做的行为当中所回来的果报，这很简单的。所以你只要好好行善，行善不能等。第3个，念佛不能等哦，念佛不能等，因为你一念佛，你这个基础把那个根扎得很牢固，你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那么阿弥陀佛发愿，我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人。你平常在念我的名号，我不能让你失望，我永远不能抛弃你。所以我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就救度你，佛光来普照你，莲花来接引你。那我们快快乐乐的离开这个6道轮回，安安心心的到西方成佛，对不对啊？所以这3件事情不能等，就跟印光大师呢所讲的这个理论是一样的。是相同的，这是师父自己认为，我们做人不单要重视因果，要重视念佛，更应该要对父母要尽孝。好，父母要尽孝。以上师父做这么简单报告，让你们都能了解。希望我们全世界各地的莲友听到师父这一番鼓励的话，我们大家要谨记在心。我们好像互相勉励，我们大家朝这个方向来好好学习。希望我们日后比现在都更好。更好，比现在更好，来世比现在更幸福，更有成就。谢谢大家，阿弥陀佛。